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喺97版《天龍八部》中，劉錦玲飾演嘅阿朱溫柔靈動、俠骨柔情，成為無數觀眾心中嘅白月光。巔峰時期嘅佢係亞視、TVB 力捧嘅當家花旦，手握《銀狐》、《法證先鋒》等爆款作品，星途本該一片坦蕩。然而性格剛烈、不願妥協嘅佢，因看透娛樂圈潛規則與人心險惡，喺事業黃金期毅然退圈。如今57歲嘅劉錦玲隱居美國18載，深耕心理學，成為心理輔導師，單身冇細路，生活低調。近年罕見發聲，通揭娛樂圈黑暗內幕，直言下一世絕對唔做演員。其情路坎坷、晚年淡然嘅人生軌跡，令人唏噓不已。劉錦玲嘅演藝起點極高，1990年從香港亞洲電視藝員訓練班出道，憑借出眾外形與紮實演技，迅速被亞視力捧。出道即主演《銀狐》、《勝者為王3之王者之戰》等經典劇集，成為亞視一姐。1995年跳槽 TVB 後，更憑借《天龍八部》嘅阿朱一角爆紅，事業登上巔峰。嗰時嘅佢戲路寬廣，演技靈動，既能駕馭溫柔軟弱嘅古裝女子，亦能塑造幹練颯爽嘅現代女性，係 TVB 公認嘅實力派花旦。但光鮮背後，行業黑暗早已將佢裹挾。2026年5月，退圈多年嘅劉錦玲罕見發文，直言當年事業斷崖式下跌，核心原因係冇送錢，冇強硬後台。佢喺社交平台痛斥自己性格耿直，不涉迎合圈內送禮揾靠山嘅潛規則，更唔願參與行業內嘅利益交換與虛假應酬。正因如此，佢慘遭公司雪藏，資源斷崖式下滑，從一線女主淪為邊緣配角，甚至無戲可拍。更致命嘅係1995年香港娛樂圈爆出劉姓女藝人被迷姦勒索事件。儘管劉錦玲澄清自己係受害者，但輿論仍將矛頭指向佢，與劉嘉玲綁架案混淆，無端背負污名。佢坦言，當年因唔願意與亞視續約，被刻意製造耍大牌、態度差等負面新聞抹黑，媒體為流量不擇手段，將佢推向輿論深淵。即使多年後，不實傳聞仍未消散。2005年，劉錦玲拍完《法證先鋒》後就離巢 TVB， 事業徹底陷入停滯。為謀生，佢擺低明星身段，轉行賣保險，月薪僅4500港元，連普通菲傭都不如。昔日風光無限嘅花旦，淪為生活拮據嘅普通人。2008年，身心俱疲嘅佢正式宣布退圈，徹底告別娛樂圈，遠赴美國開啟隱居生活。退圈後嘅劉錦玲冇留戀娛樂圈嘅名利光環，亦都冇靠昔日名氣博取關注，而係選擇徹底清零過往，喺美國開啟全新人生。佢定居舊金山，遠離聚光燈與是非紛爭，過上咗種菜、讀書、散步嘅平淡生活，低調到幾乎從公眾視野消失。不同於其他退圈藝人頻繁復出，靠懷舊撈金，劉錦玲態度堅決，多次明確表示唔會復出。佢婉拒晒所有拍戲邀約與綜藝重聚活動，包括《天龍八部》劇組重聚邀請，直言嗰個演員嘅時代已經過去，而家有新嘅使命。隱居期間，劉錦玲重拾年少時對心理學嘅熱愛，重返校園深造。2015年，佢取得舊金山州立大學社會學學士學位，主修社會學，輔修心理輔導。2021年，順利攞到碩士學位，頭戴4科帽嘅畢業相，盡顯淡然從容。畢業後，佢留喺美國成為專業心理健康輔導師，專注於心理疏導與行為健康工作，成為咗從熒幕演員到心理助人者嘅身份蛻變。佢坦言，呢份工作令佢揾到咗人生價值，可以幫助他人走出心理困境，比拍戲更有意義。儘管生活低調，但外界對佢嘅惡意揣測從未停止。多年嚟，不斷有媒體編造佢落魄潦倒、靠救濟度日、孤身海外無人照料等謠言，甚至反覆炒作早年負面新聞。2018年起，劉錦玲開通社交賬號，有意分享生活點滴，既係為自己澄清，亦係唔想令到不實嘅報道成為蓋棺定論。佢喺社交平台晒出買餸、種花、讀書嘅日常，字裏行間滿是平靜與滿足。
多次澄清生活好好，無須擔憂，直言娛樂圈媒體為利益不擇手段，刻意製造負面話題博流量。如今嘅佢遠離紛爭，內心豐盈，將日子過得簡單而踏實。相比於劇中阿朱為愛赴死嘅心情，現實中嘅劉錦玲情路坎坷，本身孤寂，至今未婚，無兒無女。佢曾坦言自己渴望真摯愛情，但娛樂圈嘅虛浮與功利令到佢對感情充滿戒備，加之性格獨立剛烈，唔願意妥協將就，最終選擇單身生活。早年劉錦玲嘅感情傳聞多與圈內藝人綁定，其中最受關注嘅係同梁朝偉嘅緋聞，兩人因為合作《天龍八部》傳出戀情，被傳係梁朝偉嘅御用舊愛，但雙方從未正面承認。呢段緋聞最終無疾而終，此後佢再都冇公開戀情，就算偶爾被影到同異性藝人聚餐，亦迅速澄清只係朋友，強調唔會為咗結婚而結婚。佢曾經喺採訪中透露，自己對感情嘅態度係寧缺勿濫，唔願意好似圈內部分藝人一樣，為咗名利或年齡壓力勉強結合。娛樂圈嘅感情大多摻雜利益與算計，見過太多虛假與背叛後，佢更向往純粹真誠嘅關係。而咁樣嘅感情喺娛樂圈實屬罕見。如今57歲嘅劉錦玲早已習慣單身生活，享受獨立自主嘅狀態。佢坦言無兒無女雖有遺憾，但唔使為咗家庭瑣事操勞，能專注於自己嘅生活與事業，內心反而更加自由。得閒嘅時候，佢會讀書、種花、旅行，偶爾同朋友小聚，生活簡單卻充實。面對外界對其單身狀態嘅好奇與惋惜，佢淡然回應：每個人嘅人生選擇唔同，婚姻唔係人生嘅必選項，快樂與心安先至係最重要嘅。呢份通透與灑脫，正係經歷咗風雨後嘅人生智慧。2026年5月底，退圈18年嘅劉錦玲突然活躍於社交平台，連續發文痛揭娛樂圈黑幕，引發全網熱議。佢直言，當年離開娛樂圈嘅核心原因係心寒。圈內唔少人同媒體為咗利益不擇手段，少女藏刀、潛規則、惡意抹黑、利益交換等黑暗現象普遍存在。佢感慨自己中意表演嘅本質，卻極度厭惡行業嘅虛浮氛圍。當年有演技、有實力，佢因為唔願意送禮，冇後台被雪藏，資源被肆意剝奪，呢個係娛樂圈最殘酷嘅現實。談及過往，佢直言如果重新再嚟一次，下世絕對唔做演員。字字鏗鏘，滿是失望與決絕。如今嘅劉錦玲生活平靜淡然，經濟獨立，無需依靠娛樂圈名氣謀生。佢偶爾喺社交平台分享生活感悟，語言簡潔通透，字裏行間滿是對過往嘅釋然與對當下嘅珍惜。佢唔再糾結於當年嘅恩怨與抹黑，而係將精力擺喺心理輔導工作上，用自己嘅經歷與專業知識幫助更多身處困境嘅人。有人話劉錦玲嘅人生太過可惜，巔峰退圈，情路孤寂，但更多人敬佩佢嘅勇氣與堅守。喺追名逐利嘅娛樂圈，佢不願妥協潛規則，寧願放棄光環，亦要堅守本心。面對刻意抹黑與謠言，佢淡然處之，用實力與努力開啟全新人生。從 TVB 當家花旦到美國心理輔導師，從風光無限到隱居淡然，劉錦玲嘅人生係一場同娛樂圈黑暗嘅博弈，亦係一次自我救贖嘅旅程。如今嘅佢褪去明星光環，遠離是非紛爭，活得清醒而通透。正如佢所言，人生不必追求光鮮亮麗，內心平靜，堅守本心就係最好嘅生活狀態。未來劉錦玲大概率會繼續隱居美國，專注於心理輔導工作，低調度過餘生。而佢嘅故事亦將成為娛樂圈嘅一面鏡子，照見行業黑暗嘅同時，亦令我哋睇到堅守本心、不卑不亢嘅人生力量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